观众朋友，今日个好模欢迎收看福起来，係阿明姑劉孝明。漢江基金會成立以後，一直都希望講可以用音樂嘅方式來俾我哋嘅朋友啦，還有我哋嘅家屬可以身心更鬆一些。在2008年嘅時間，我哋喺漢江南區成立第一個天籟合唱團。2008年咧，喺南區成立嘅合唱團裏邊，我哋今日有想到係以下嘅指揮，我哋梁華珍、梁指揮來同我現場。如果同我哋講當初伊成立，無論個假日以下嘅合唱團嘅時間，而面對到安到無樣拼真嘅人，而係讓我希望講用音樂嘅力量帶領下到我哋嘅朋友，還有我哋家屬行出一片天。但是過特別嚟講，一旦請朋友把一點嘅故事做出歸動人。會想人談嘅啲音樂，同時我今日嘛有請到我哋朋友嘅媽媽從免費，我哋免費即嚟到我現場，同我分享過，當初假日合唱團嘅時間，也上埋喺埋嘅，我哋馬上歡迎今日兩個來賓，第一個我們的老師來到現場。主持人你好，各位現場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我是來自高雄的罕見疾病天籟合唱團的指揮老師梁華珍。好，同時呢今日嘅免費媽媽來到現場咯，你好。大家好，我係鍾美菲，我哋阿媽係住喺高雄。今天是歡迎兩位來到我們現場，因為其實我們知道說罕見基金會其實一直希望說能夠用音樂，然後讓我們的病友啦，讓我們的家屬在身心上面可以得到調適。那同時我們在剛開始的時候也說到，其實在2008年的時候，罕病南區的天籟合唱團也加入了。那個時候您就已經加入這個合唱團當指揮了嗎？對，就是基金會在南部設辦公室的一開始，我就加入了這個團隊。那加入這個合唱團之前呢，您是有聽過罕見疾病基金會嗎？還是說，只是說因為剛好有個任務的需要，你才加入這個合唱團的？從來沒有。然後說真的，我對罕見疾病也不了解。那是因為我的研究所的老師。東海大學的李秀芬老師，然後他跟我說，南部有一個合唱團很特別，然後他們想要找一個音樂系的老師，但是同時要有特教，也要有輔導的這樣子的部分，因為他的對象是病友。那我就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挑戰，我就說，那可以讓我試試看嗎？這樣子。對。為什麼會覺得是個挑戰？因為對於很多老師來說的話，我今天介紹個合唱團，我第一件事情就是說，我要怎麼樣去統整他們的音色，然後他們要怎麼的一致，然後我們要比賽。因為罕見疾病每一個病友他的病症都不一樣，對。那我們的基金會裡面，光是我們合唱團就有接近20種的病症。那每一個人他的狀況，有的可能發不出聲音來，有的像我們合唱團曾經來了一個孩子，他只會講啊，只會啊。然後有的還是可能他的聲音已經沒有了，或是他在萎縮當中，所以我們要用各種不同的方法。那也有人是眼睛看不到的，所以他沒有辦法看譜，所以我們要有很多的方式去讓他參與。再來是年齡，我們沒有限制合唱團的年齡。那你想嘛，我們坊間兒童團、成人團、男生團、女生團，但是我們就是一個大的混合團，就是我們有60幾歲的。也有很小的小孩，那時候好像有4歲還5歲，對不對？超級小的小孩，然後大家都要一起唱歌，這就是一個很特別的挑戰。我剛剛聽一下老師這樣講之後，我就發現啊，不對呢，還有只會發出單音的，然後有些是不大發得出聲音來，甚至他沒辦法看譜。對，好，那我相信觀眾朋友大概跟我的想法是一樣的。請問一下，請問我們的老師跟指揮，請問一下，你要怎麼去針對每一個不同的病友，他怎麼樣去做個別的一個指導嗎？其實那時候我們基金會成立這個團啊，一個很大的用意，並不是要把這個團訓練成為美聲合唱團，而是我們希望讓病友的家屬啊，跟病友之間有很多的交流，然後讓他們的身心是可以喘息的。那透過唱歌是一件很開心的事情，然後大家可以很歡樂。你知道，其實有很多病友，他們可能因為疾病的關係，他甚至連走出家門的那個動力都沒有。然後，但是我們就基金會也很用心，他們甚至就有復康巴士，然後去把病友接出來。那變成1個禮拜哦，那一天可能是他們最期待的事情，因為他可以見到好朋友們又相見。所以其實我們很多的時候，我們是前幾年啊，我都帶他們是用齊唱的方式，我們練了很久才變成2部的合唱團。對，然後但是在那個過程當中，小朋友他就透過了音樂的那個學習，他開始情緒會變化，因為他文字本來懂不太多，然後透過這樣的唱歌，然後透過不同的哥哥弟弟這樣子互相的學習。
然后他们就会有不一样的成长。所以其实，在我们合唱团很重要一点，音乐是一个媒介，它不是一个目的或是成果。对。因为今日嚟现场吼，有一啲我哋嘅朋友嘅，伊啲妈妈啊，啲仲未啲來弄嚟現場，而這個聲音呢，特厲害，係一啲鐵蘭斯真嘅一啲分支。那同時呢，喺我哋合唱團嘅演員，我就想問下米菲媽媽，按當初搞呢下合唱團嘅時間，有沒有為咗覺得說，這個合唱團到底是要幹嘛，或者說我能夠去參加合唱團嗎？你有想過有問題嗎？冇就是朋友的介紹，好朋友介紹，然後他也是病友，然後我想說唱歌也不錯，可以抒發啊，只是說因為他是靜態，小朋友沒有這麼喜歡，然後可是這個過程我們看到老師帶孩子真的很有耐心，然後有愛心，然後我們覺得說這麼棒的老師不讓孩子跟着他學很可惜，所以我們就想說，那我們就要繼續留下來。即使小孩子不願，就是沒有那麼高的意願，他們喜歡打球、出去跑、出去跳，然後我們還是每個禮拜都乖乖去上課，就3個都帶去。因為合唱團，因為剛開始也比較少人，所以他們也就是都可以接受，只要能夠陪伴，他們都很歡迎我們去。嗰時變成講，其實也要合唱團一件事情，對我哋呢米菲媽媽無論我哋呢成員嚟講吧，其實等於講，基本有一個重要嘅事情，他可以強加去參加，好，透過也要音樂，也合唱團，全家人強加去做一件事情，但是還是會有個問題，就像剛剛我們的老師有講到，我們第一年，我們大家就來合唱一首歌，那。這樣子唱的方式，就像剛剛老師有說，我們也許不講究所謂的聲音的和諧嘛，但是總是要一起開始，一起結束啊。是。那怎麼去讓他們一起開始，一起結束？因為有些小朋友，他可能看到你的手勢的時候，他的反應就是會比別人慢個1拍2拍，那怎麼辦呢？我們有很多的方法，例如說，其實我們的伴奏老師也很強。那我們行前有做很多安排，像基金會的行政人員就會幫我們把那個譜，他先畫成簡譜，然後小朋友看不到需要拿放大鏡的，他就會有那個特別大的譜。我們有一般的正常譜跟放大譜，然後還有加上注音符號，只有那個文字的簡譜，然後呢，每個人因着他個別的需求，然後拿他自己手上的譜。那我們教唱的方法也不是從哆瑞咪發嗦開始唱，我們就會用各種方式或者一句一句的這樣子教唱，然後慢慢的，他們就會習慣，知道運用耳朵去聽，然後跟着音高，然後再回頭再來教他們五線譜。事實上，它是一個很長的歷程啊，它是需要有一段一段的策略這樣子。那這個策略是之前您的一個專業背景裡面就曾經有學過這樣的教育的策略嗎？也算是，因為我自己本身有音樂又有輔導的專長，然後又之前做過特教領域的工作，所以其實我們在教學上會設計一些不同的方式。對，就像美惠講說，因為他們家3個都男生，然後又小孩的時候最想出去玩的時候，然後我們就會也要設計一些比較活潑的，要不然你一直叫他坐在椅子上，他們唱久就會呆掉。對。然後我們就會有不同的活動，然後像我們，我記得我們有一次還做那個角色扮演 cosplay， 就是我們有一起，我就說，來，我們每一周見面，我們都要有角色打扮，然後都還要拍照，他們就很開心，因為很多病友他們從來沒有接觸過這個事情。然後還有一次，我們就是那一期結束，我們就全部我們就拉去那個卡拉 OK。他為了我們他們其實本來沒有無障礙的設施，他為了我們就去把無障礙設施就做好。然後病友在那個當場是有人很激動，因為他從來沒有走進去那樣子的地方，然後他們就很開心說，原來我們也可以走進來。對，那我覺得那個就是一種生活的接軌跟學習。對。但這是生活的接軌或學習。我覺得其實這對於我們的病友甚至家屬來說是一個很大的鼓勵。因為等於說，因為其實有很多的家庭，他們其實家裡面有這樣的病友，其實對於他們來說，他們有時候會覺得說，出去外面好麻煩，出去外面好危險，甚至就是說，外面其實沒有那麼多的一個設備，其實是為他們所準備的，更不用說去唱歌。這是一個很奢侈的一個事情，而且他們很害怕別人異樣的眼光。沒有錯，尤其是到公眾的場合去的時候，其實對他們來說，其實身心的壓力都很大。可是透過這樣子的一個算是合唱團，一個是合唱團的方式，透過合唱團大家一起去聚會，一起去完成某一件事情，我想對他們來說應該是更大的一個鼓舞。是，那
我想回想起，因为其实现在他所有的成员几乎快50几个了嘛，哈。对，那其实算是一个很大团的一个合唱的。一般来说的话，其实一般我们合唱的50几人也算是很大团了。那尤其是这里面有那么多的不同的我们算是疾病哈，它的一个状况有不同。那一般练习的时候，我们也是分部吗？还是说大家一起练？我们会是大家一起练，因为我们的曲子其实都有特别经过编曲，就是说我们没有让它分部分的很分离，因为我喜欢大家一起唱歌的感觉，然后甚至我会要求他们会唱第一部也要会唱第二部，那这样子大家才会彼此熟悉彼此的旋律。而且我们的歌曲唱到后来啦，因为我们也唱了10多年了，所以到后来我们真的有一阵子卡关，就是遇到瓶颈，我不知道唱什么歌，我连国歌都唱过了，因为差距真的太大。我唱老歌，小孩子问我说：“老师那是什么歌？”我又不能带着小孩唱儿歌，因为老人说：“老师你干嘛叫我唱儿歌？”后来我就想到说：“我们可以把病友的故事写下来啊，然后我们再来请音乐家帮你把你的故事写成歌。”那个是一个我觉得很棒的转变，因为包含我们就是美会的小孩，就是那个达奇达里，他们就真的也有写了歌曲，然后病友就开始作词作诗，或者是写成文章。我们是后来唱这些歌，然后带起他们开始分享自己的生命。我觉得这也是病友很大的一个转变的时候。对，那个是一个契机。我唔错吼，其实所有一开始我们的合唱团很希望讲，可以俾我们的朋友还有我们的家属可以过放松一些。但是像头先我经常讲的，但是真是几想人呢，他一定把你的这个故事变成一条几想人的故事。休息一下，等一下我的那种公鸭不干会重要的故事。翻過來復起來，上個節目我哋南旗天籟合唱團的指揮梁華珍指揮，同時我哋合唱團的成員，咪喺我哋免費媽媽輪來現場，同人分享講，當初一參加一個合唱團的歌唱。我想請問一下指揮啊，因為剛剛你有提到，就是說，後來最動人的那一部分，其實是把我們的算是病友啦，或者是家屬他們的一個互動的過程，寫成譜成曲，然後變成合唱團的一個演唱的內容，這個過程麻煩跟我們的觀眾朋友再講仔細一點好嗎？好啊，就是其實那個時候我們開始唱，真的是為了開心跟療癒。那但是唱了一陣子之後，其實因為我們就像朋友一樣了，然後我也開始跟團隊裡面的爸爸媽媽，然後甚至跟我們的基金會的主任們在討論說，那合唱團如果要永續走下去，它應該要有一個方向性，或者是更有深度的目標。我們其實有很多的病友，他是很沒有信心的，然後我們都受到很多社會的幫助，但是他會覺得自己好像沒有能力為這個社會做些什麼事情。那我就在想說，第一個，如果我們可以透過音樂讓病友有自信心，好，那也許我們就先完成了第一個階段。再來，如果我們能夠走出這一間教室，我們到外面去唱歌，而且你勇敢先悅納自己以外，你也願意告訴別人什麼是罕見疾病。好，那我們是不是就讓更多的社會大眾認識罕見疾病，而且讓他們知道說其實罕病並不可怕，就像我們一樣。好，然後呢，再到第三個階段，如果我們可以把從手心向上，就是接受社會的給予，當我們可以手心向下，我們甚至可以去拉起某些人一把的時候，也許那樣子音樂對我們來講的那個意義是更深遠的。那我們就從這個地方就開始出發，然後就是像剛才我跟主持人講的嘛，我就給了他們一個暑假作業，就是叫他們寫自己的生命故事。寫怎麼樣都可以，你把它寫成詩，你要把它寫成一個小故事都可以。然後他們就真的很乖，每個都回去交作業。然後呢，暑假過完回來之後呢，我就把這些作業就交給了我的音樂界的朋友。事實上，我音樂界很多好朋友，他們都被我邀來一起幫忙，他們也很開心，因為他們覺得這是為整個社會做一些公益的事情。然後呢，每一個老師就認養一個他最有感覺的文字。
然后他们就开始回去创作。然后很有意思的地方是在下一回合上课的时候，下一季的时候，他们就回来然后就把他的歌曲，然后我们就先练完这个唱之后，我就把这个作曲家呢就邀请到了现场，活生生的作曲家，然后呢就跟活生生的这个作词者，他们就面对面，他说哦，原来是你帮我做的曲哦，然后原来是你呀，然后他们就会开始分享说，跟所有的唱歌人分享说，我为什么会设计这样子的音乐，因为你讲到了时间的飞逝，那时钟是滴答滴答滴答，所以我的伴奏就是哒哒哒哒哒，然后呢，他们就会很好奇，就问老师说，老师，你是不是在那个很浪漫的气氛之下为我们创作的这首歌？然后老师就说没有，其实我是在 7-Eleven 吃泡面的时候想到这个梗的哈。OK， 反正就很多那种互动的这个场面，然后病友他就瞬间就有了自信心，说哇，我也可以成为这首歌的一个创作者，别人在唱我的生命故事哎。然后我们练好了这些歌之后，我再让病友们就是要30秒钟的串场台词，你要必须，也许这是你的歌，你就要介绍自己是什么疾病，我为什么想要创作这个歌曲，然后我觉得它可以带给大家什么样的感觉，或我来介绍别人的歌。那我们这样子大概练出了10首歌之后，我们就走进了养老院，我们就去监狱，然后我们就去讲故事，就去唱歌。然后当我们拿到那些，例如说我们去监狱，然后他们有写回馈回来的时候，病友真的完全那个脸上的光彩都不一样，就是我们团员他们就觉得，我真的帮到别人了。那我觉得到这一个阶段的时候，事实上我们的合唱团已经又迈向了另外一个层次，然后我们也有很多团员因为这样子的鼓励，我们还做成伴唱带，然后他就自己带着伴唱带，然后去不同的地方，然后演讲，然后讲他的罕病的生命历程的故事，然后也在唱一首歌给观众听，那也带起很多不一样的这个回响。但是透过这么动人的词，写出这么动人的曲，我相信这样子的一个合作，其实是更是难上加难。那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我想请问一下美惠妈妈，你这个感觉到讲呀，团歌唱底部，你这个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事情？有一年我们也是跟孩子一起写，因为老师有指定功课嘛，然后但是他们那时候还很小，我记得那时候他们才国小，所以可能没有那么容易完成一首，所以变成是我们一起做，就是爸爸妈妈陪着小孩一起做。那对他们来说，他们也会觉得，刚开始他们觉得有点困扰，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做，然后做完了绣上他们的名字的时候，打理打起，他们就很开心，哇，我也有一首歌是自己写的。其实你嘅声音的词配乐编成一条歌的时间，你这个感觉都有没？因为是老师派的功课，所以一定要完成。那刚开始小孩子，因为他们才国小，所以没有那么容易，所以就是变全家一起，就是爸爸妈妈陪着孩子一起做。然后完成的时候呢，还被选上就是我们被选上当大爱的社歌，然后他们也很开心，因为就有绣他们2个兄弟的名字，然后。这对达理来说非常的特别，因为我们罕病的孩子能做的事又不多，然后他居然能够有一首歌是他的名字，他是作曲者。然后像我们其他的病友的话，陆陆续续也完成很多的歌曲，而且其实达理达奇很爱唱因为他们可能就是一方面参加合唱团，然后可能感受到那个写的故事的情节，因为他们很多我们的病友都是写自己的心情居多，然后。所以他们唱起来更有感觉，会感受到说这个我们一样的就是算病友的心情，有时候达理也会有那些心情，只是他不会写出来，然后所以他就很爱唱，也很爱弹那些歌。对于美惠妈妈来说，我想其实小孩子的成长跟小孩的进步，他是感同身受，而且他们全家的一个参与，其实对于达理跟达喜他的本身的一个改变他们是非常的清楚的。那对于老师呢，在这样子你面对这么多的一个病友啦，甚至那么多的一个不同状况的一个朋友里面，他所写出来的一个心情故事谱成曲之后，你有没有印象很深刻的故事？有好几个。不过我先插播一个小故事，因为刚才妈妈讲到了，让我想，其实从那次的创作之后达理他就开始，就是我们有鼓励他弹钢琴，是希望他不要只有唱歌，他还会弹琴。那他可以坐下来，然后好好的弹琴，
这已经是很惊讶了。结果后来他就越弹越喜欢弹，每一次我们练唱的中场休息，他就会自己跑上去打开钢琴开始弹。我们都还跟他讲，达理好，你可以休息了，现在让全场安静一下。然后有一次啊，就是他就进步到我们所有的歌，他其实回家都会练过。因为他喜欢音乐了，他也喜欢唱歌，他也希望自己可以弹这个伴奏。有一次我们的伴奏老师很突然的不能来了，然后达理就说：“老师，我可以。”我就说：“你真的可以吗？”他那一次真的帮我们全场伴奏伴到完呢。那一次我们全班给他超级大的掌声，因为你没有想到说原来达理他居然可以把所有的歌曲就这样弹完了。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你看孩子很大的进步。没有错。那回到那个创作歌曲的部分啊，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一个小胖威力小朋友妈妈的创作，就是其实那个时候我们要开始创作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个小胖威力浩浩他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去天堂了。那妈妈她其实很爱创作，那她妈妈她就听到之后，她就私讯给我，她说：“老师，我可以也参加吗？”我说：“当然可以啊，你永远都是我们的团员呐。”然后妈妈就很开心，她就真的写了一个我们一起跳舞吧，对，那首歌叫做《一起跳舞吧》。然后呢，他词给我之后，后来他就被一个叫刘胜贤的老师，他是很有名的作曲家，他就认养了这首曲子。那他写完这首歌，我们就请了浩浩妈妈来，然后我们就一起唱给他听。然后浩浩妈妈她就很感动，他就跟我讲这个故事，他说：“老师，我跟你说，其实这个故事啊，它的那个起源是因为浩浩啊，他很害羞，然后他以前在学校上学的时候，事实上都很不敢表现自己。那有一天，他就跟我说：‘妈妈，我们明天学校园游会，可不可以请你一定要来？’然后这个妈妈，因为她很辛苦，她其实是要兼差很多的那个。”而且是很辛苦的单亲妈妈，但是她为了浩浩这个儿子，她就那一天真的请假哦，然后她就去到了学校。她说当她到了学校，她看到的那一幕，她觉得她一辈子都会记得，因为她看到他们家的浩浩就站在舞台上，然后一个人独舞。你想那么害羞的一个孩子哦，因为他承诺他要跳舞给妈妈看，所以妈妈她就永远都记得那一幕，所以她就写了这个一起跳舞吧。然后后来他就跟我说：“老师，我跟你说，浩浩还在人间的时候，我以为那是上帝给我的一个考验。可是当浩浩离开这个世界到天堂的时候，我才发现那是上帝给我的礼物。”而且这个礼物后来变成了一首动人的歌曲。对。让我们团员都很喜欢唱，没有错，而且同时是让所有的人都记得说，其实所有的小孩其实都是上天给我们的礼物，不管他来的时候是不是一般的健健康康，或者是说他有带了一些缺憾来，但是其实至少来到我们这个世界上，跟我们大家互动之后，他的生命就是带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祝福。可是创来谈过下故事以后，我们会发现到讲，其实睇下位合唱团里边都创一个大家庭用的吼。嗨。大家会互相的鼓励支持，因为不是每个家庭都很完整，那有时候是另外一半不一定会支持，可是来到这里，不管是病友或病家，就是都可以变成像另外一个家，然后互相鼓励、互相扶持。如果有什么医疗资讯啊或其他的事情，也是都可以互相的去告诉你，然后你就多一个资讯。那就算没有这些东西，心灵上的资源一定有。对。可是创业的合唱团一开始本来是希望讲的，等的朋友还能继续可以因为音乐，或是可以过表颂，但是没想到因为音乐，他竟然读的过限呢。休息一下哦，等下我哋嘛嗰度嗰精彩故事。翻過來，復起來，上節目我哋來賓同我哋分享講，喺合唱團地位，伊哋唔單止把這個故事變成一個曲，本他個言堂，同時嘛把一個曲本廣東人去分享伊哋嘅生命歷程。
我说像问一下我的子弟啊，因为其实刚刚你也有提到，就是说，其实，在这样的合唱团里面，几乎就像一家人嘛。是。那也就是说，其实不只是借由来合唱团聚会，其实我知道你们在合唱团之外，其实有很多的互动，对不对？是。就像陈儒一开始我跟您分享的，就是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家的感觉，然后并不是每一个病友都像打理他们家这么幸运，是爸爸妈妈、哥哥弟弟都有的。事实上，我们也有很多的病友是，也许他是自己一个人孤单的，然后或者是他的家人可能是单亲的家庭。好，然后我就会更希望借由这样子这个大的家庭的感觉，让他有一个温暖，然后跟一个可以互动的一个方向。所以我就会鼓励他们，像我们一开始就组成的那个脸书，我们一个小群组，然后他们也有他们自己赖的群组，然后我也会鼓励他们，例如说下课之后，他们其实就会自己揪团，然后去聚餐，然后会一起约着去活动。那我觉得这个是让他们更可以跟外界接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轨道、一个方向，这样子。对。听到这边，我想问一下，这是不是因为您本身也是一个老师的关系吗？因为我觉得这已经完全超越音乐老师要做的事情了。应该也是啦，是不是？因为我真的会觉得他完全，我在想说不对啊，这个工作不是我们通常音乐老师可能就说啊，这是交给社工去处理啊什么之类，可是你全包了。我们会用一些很小的技巧，例如说想台词这件事情，我们可能就丢给说，A 跟 B 你们两个要合作哦，然后不是现在我教你们哦，是下课之后你们还要互通电话，然后这个就会让他们两个开始有打电话的这件事情了，然后谁到谁家去帮忙录影的这件事情了，那这就是让他们有接触的机会。那这都是一些小小的策略啦，然后他们后来就会越来越好这样子。可是这样的策略，你当初想要达成的一个目的是什么？我只是希望让病友不要孤单，因为事实上他已经有疾病了，然后他在这个世界上如果能够多一份支持的力量，多一个重要他人，也许他的人生会走得更顺一点点。我想就像是您刚刚所提到，就其实不是每一个家庭都是那么的有家人的支持。那其实像有些很孤单的一些病友，他假如说能够透过这样的合唱团的一个朋友，平常有合唱团的聚会，同时下课之后也有一个电话的问候。其实那种爱的延伸其实是很长的。咁有部分對我哋米菲媽媽嚟講，唔知有感覺到講，譬如說我哋咧自費喺下課以後，因為向你打電話，那件事情即刻感觸動用了。老師真的是幫我們做了很多很多額外的事情，但是因為他的這麼用心啊，我們才有更多除了音樂以外，更多的嘗試、學習跟活動。就像說，老師會帶我們去養老院啊，或者是監獄，其實這對孩子來說都非常特別。去養老院可能還好，他可以看到阿公阿嬤，可是我覺得去監獄這件非常特別，因為一般人也不會可以隨便進去那種地方。那孩子回來，我們也會互相討論，他們雖然不是很懂，可他們會說，他們又了解說，我們會跟他講說，我們也可以機會教育他說，因為做錯事了，你可能就要被關在那邊，你會不自由。那就是一些互動、一些學習，然後孩子借由老師給我們各種方式的學習，不止在音樂上，在生活上，就像剛才老師講的，讓我們有更機會的跟社會更接近。然後，所以還是一句話，就是就像我們一個另外一個家，老師就像我們的另外一個父母，在帶着這些孩子，帶這些病友跟家庭，不管完整不完整的家庭或孩子，然後在這邊他就是可以得到一些溫暖，然後而且不只是憐憫的溫暖，是你會變成正向的溫暖，然後你就會變得比較有自信。嗰種其實喺嗰場對班，對我聲音嚟講，你自己有感受到嗎？就是回家可以去討論、去分享嘛。然後他們當然，我們那時候去的時候，他們是小學，只是比較高年級，然後他們對社會要接觸的這些事，尤其對大家來說不是那麼容易。但是就是老師有帶我們做這麼多活動，我們可以從中間可以去教他很多事情，不管是監獄這件事情，或者是去那個養老院那件事情，能夠就是他剛好也進去看那樣的環境，然後除了唱歌的分享，我們也可以跟他討論很多事情。對我們來說是。我們也學很多，那對其他的病友，我們也有問過，他們也覺得很不可思議，因為
这一辈子谁会进到监狱里面去？除非你犯罪了。然后他才看，其实刚开始我们大家进去会有点紧张，很紧张，很紧张，对，因为你有一层一层，是压力非常的大，一层一层的关卡，然后你要很小心。可是刚开始其实大家有点紧张，可是后来看到那些受刑人啊的心有点被我们融化，其实那会有互动，会感觉我们自己的团友都会觉得我们也好棒哦，我们也可以去帮别人。没有错，你们是真的很棒，是。跟从头到尾的人，美惠妈妈有讲到一件事情，那讲其实，我们讲自肥一个做法了哈，让他们觉得说，不仅合唱团像一个家，其实他们真的是感觉到说，这个彼此间的互动跟以往是不同的。那我知道说，其实你们也去参加过戏剧的表演，是不是？对，是怎样的？邀请戏剧进来。对，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之下会开始从以戏剧的方式去让他们来参与呢？这是我们创作歌曲后，我自己就是我们想到的一个方向，就是我自己会觉得说，病友其实他有相对弱势的地方，那但是在这个社会，我们要跟人接触，第一件事情就是表达这件事情。那假设说我的表达没有办法很完整的时候，再加上我们本身已经弱势了，那你就会更弱势。那我们音乐是一个呈现的方式，因为音乐里面有很多的歌词，我可以去叙述，但是它都不代表是我自己可以说出来的话。然后我就联想到说，事实上，如果我能够把演戏剧的这件事情，其实我们一开始没有想那么远，只是先来带肢体的呈现跟简单的语言的表达，大小声、喜怒哀乐，然后再回到歌曲上，也许病友对于歌曲的层次会有不一样的感受性，所以我才会想要邀请这个剧团的团长，然后他也非常好，就汉轩老师，他就进来带我们也上了1期还是2期的这个课程。那当然不是合唱团的病友，是其他的罕病病友，也有人对表演很有兴趣的，也有参与。那我们就在这个音乐跟表演的这个交错之下，我后来就跟剧团团长说，要不然这样，我们来下一次演出的时候我们合作，然后我们就有了这个用戏跟音乐结合起来成为一个故事。因为我不希望我们的音乐会啊呈现出来的是一个让大家觉得好可怜哦、好感动哦，然后就哭了的那种感觉。事实上，我们希望能够传达的是一个很正向的能量，然后你因为那个能量的散播，让你想流眼泪的、欢喜的，然后接纳台上那一群人的那种感动，对。就是艺术的方式，对，然后用不同的模式去呈现这样子。那这样子从开始学唱歌，甚至用唱歌的方式，去让大家知道自己的故事之外，那现在又用演的，其实这是蛮大的一个跨距。那他们的一个适应方式好吗？他们非常爱演，非常爱。那米菲妈妈点头如捣蒜，要不要同我的观众朋友分享一下，讲喜起来这件事情对你来讲有乜个影响？我觉得是每一次的上台啊，刚开始大家很害羞，到后面大家已经习惯，所以其实如果老师指派拿麦克风的病友，我觉得他们都会很乐于接受了。所以老师每次想到一个新的点，我都觉得他真的是替我们想很多很多。对，因为他要做更多的事，他要去认识很多的不同领域或不同的领域，然后他都要去拜托那些老师来帮我们的忙，很多都是老师要去做公关，帮我们拜托来的。达爸达妈他们算是我们团里面的重要台柱，是，就是他们会一起去关心别人，然后由他们自己互相之间的肯定，我觉得那个也很重要，就是不是只有老师对他们，是他们自己也会互相肯定，对。所以说，当初成立合唱团，一直到您开始加入这个合唱团到现在其实我想，其实不管仅说时间经历了很长的时间，同时他也做了很多的事情。那你回想当时你加入这个合唱团的时候，跟现在的一个感觉，现在的一个发展是你当初所设想到的吗？其实没有，其实现在的发展超过我的想象。那你觉得中间的转折是什么？我觉得病友自己的能量有起来。然后我们基金会事实上也很支持合唱团，基金会其实我们办公室真的人不多，主任啊、行政人员他们真的都很辛苦，要 cover 很多的工作。但是对于合唱团这一块，其实他们还是都很用心在参与。因为如果只有我一个人是不可能把团 hold 成这样子的，是需要很多行政的同仁帮忙去联系呀、沟通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对。所以说这样，假如说今天在节目的后面，我想请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合唱团对你来说是一个怎样的意义啊？
我觉得他们已经像是我的家人一样了，因为毕竟我们已经在一起10多年了。然后这个家人其实给我很多正向的回馈，就是我自己在很多的，就是不论是工作或者生活上的低潮的时候，我都会想到说，这群病友事实上他们比我在这个生命里面是更辛苦的，但是他们都能够勇于面对，所以我现在这些又算什么呢？对，我觉得最大的是这样子的一个影响。所以说，对于美惠妈妈来说，她觉得说，哇，我们的指挥非常的辛苦。可是对于我们指挥来说，其实，他们的回馈其实对你来说是一个更是一个正向的一个帮忙。没错没错。美惠妈妈呢，你这个因为讲感应有没有合唱团有帮她收获？也是超过我的想象。我们刚开始想说，因为达里的那个语言不好嘛，那就是来唱歌的话，可以就是他的那个语言可以矫正，然后加上他还可以背诵歌词，那这样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早疗工作。到现在达里很爱这个合唱团，然后他非常期待哦，只要开课他就会非常期待。然后我觉得对他来说是什么呢？他就是提升他的能力啊，就是他的脑袋也在动，因为你要背诵歌词，他需要的能力是要有一定的。然后他从不太会唱，到唱1句2句，到他现在可以，如果他喜欢的，他还是会挑他喜欢的歌，他可以几乎全部把它唱完。如果他比较不能唱的歌，可能就是唱几句，他是可以唱。还有就是老师还会给我们唱英文、日文，然后还有圣歌，还有多样化，所以对达里来说是非常好的刺激。所以说对他来说，唱歌、音乐这一件事是很重要的一件事。看今天节目，观众朋友，我们发现哦，今天我的合唱团的指挥，我的发展欣赏，也唔单止用音乐来对亮我的朋友和家属，同时也嘛倾向于的大电影，以走亮到我的朋友还有我的家属一条归清楚的路。今天非常感谢2位来到现场，跟我们分享那么多精彩的故事。谢谢主持人，感谢大家。休息一下哦，等听我哋先生来求运通哦。我跟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